呢個係香港70年代建成公屋，坐落於九龍虎山富山邨，舊式標準型 A 型單位設計，主要特色係帶有超大開揚露台，首先保留露台和兩房一廳設計，門口主角獅字櫃，側邊做個中空兼鞋櫃，右邊係主人房5尺床和到頂衣櫃，左邊細房4尺半床連大衣櫃，學習台再加收納吊櫃，幕牆間隔並且設有吊湯門，客廳再做個魚肚白電視櫃，再到沙發區設計個餐邊櫃，收藏品和紅酒、洋酒有位擺，跟住去到廚房烹飪區，黑色玻璃PD 防潮防霉摺疊門 ，U 型設計地櫃及吊櫃，洗衣機及雪櫃上空唔好浪費。然後就係露台側邊洗手鏡櫃，全屋由頭到尾約2個月起貨。如果你都要做全屋定製，歡迎留言區留言俾我啦。